裁缝起因，偷白，天底下生出來嘅東西，總概都係灰世界。青菜係灰世界，蛇蟲啊係灰世界，牛子係灰世界。啲倆鬼片呢，灰界所在，屬於婦人家。佢倆都係更重要，就係細阿妹兒落嘅媽媽兩姊愛，唔過倆寶兒嘅媽媽不平咧。媽媽，是這位東西啦。唔過嘅媽媽卻冇在到乜嘅是食唔落，請看得人改變改善。細阿妹兒心肝都想。我聽說該大伯伯用愛媽媽想的是個東西。佢經常緊準備而出發去解圍。細阿妹兒拿起3粒토마토想講啲路行就如何事。細阿妹兒離開屋下，半行半走。總算來到山腳下，家妹，有人猜嗎？有人猜嗎倆時間佢好點點地看到一群小生，細阿妹兒東想愛啲，讓我有小生呢，就撲地門行街所施空看出去。哎哦，原來呀係鬼太對嘅青菜呢。當初老財人都行中介街釣青菜冇窮人呢。桃樹、花菜、風菜條、黃菜、麥嘅。藥材喲，토마토，토마토咯，娘為冇토마토咯。細阿妹兒突然間想到，我有토마토，係乜嘢啊？你要토마토啊？該講係用何麼咯？就啲倆時間，神奇嘅事情發生咧。也係細阿妹兒頭一擺看到安道蛇。細阿妹兒看到倆安高太嘅人落토마토變啲黃嘅地圖，沙咧又嘰里咕嚕唔知啲個人乜嘅。咋個來呀？黃嘅地圖嘅水咪變到冇窮用咧。其二，老大鑊嘅款起來，老公從打開來。天當哥，唔知有冇入去湊巧？天公。還希望愛媽媽沒看得到。冇問題。其二，看到日同大馬桶，從天宮安到世界入侵，老細阿妹兒窮下轉屋下，鬼路行一起命古痴，東西做錢是冇窮人咧。屋下嘅財人未加動法理，唔係乜嘅是廢哦。細阿妹兒從財人賭行，集轉東多各種世界青菜，
煮青菜汤本家妈妈食，食嚟青菜汤，家妈妈嘅面色，加吉醬嘅好看咧。